我今日嘅發言呢，係關於要加強蚊蟲鼠患嘅防治同埋傳染病嘅防控。氣象局嘅預報資料顯示呢，本澳今年夏季嘅平均氣温同埋累積雨量呢，係屬於正常至到偏高同埋偏多，而持續高温潮濕嘅天氣呢，令到蚊蟲嘅問題呢就更加加劇嘅。5月份嘅有蚊產卵器嘅指數飆升，部分嘅區域啦，尤其是離島啦，佢嘅情況都係比較嚴重嘅。而另一方面呢，鼠患問題都備受關注，唔少嘅居民指出啦，部分食肆、餐廳集中嘅街區同埋一啲閒置嘅土地，若果清潔管理不足呢，係好容易會構成咧環境衛生嘅隱患。儘管當局咧近期都有對一啲咧衞生環境惡劣嘅閒置土地去清理雜草，減低風險啦。咁但係多塊閒置土地咧，雜草叢生、垃圾堆積嘅問題，以至一啲被認定咧係有公共衛生風險，但係長期缺乏管理嘅樓宇天台啦，或者廢舊建築物入邊啦，佢嘅積水雜物堆積嘅問題，都令到咧蚊蟲滋生啦，同埋鼠患嘅溫床。隨住澳門嘅旅客數量持續增加，人員流動日益頻繁，登革熱、寨卡病毒、基孔肯亞熱等等傳染病嘅輸入風險係上升嘅。本澳亦都好可能係會受到一啲危害性較大、致死率高嘅傳染病影響。而除咗防範外來個案，我哋更加需要嘅係加強本澳嘅防治蚊患同埋鼠患問題，做好城市衛生嘅治理。咁不僅涉及居民日常生活，亦都關乎公共衛生安全同本澳旅遊城市嘅形象。當局近期係表明啦，防蚊滅鼠嘅工作係會覆蓋全澳社區嘅工作方向呢係值得肯定嘅。為此建議多渠道去加強病毒防控嘅工作，築牢澳門公共衛生安全防線。喺社區衛生方面，期望當局係持續要跟進一啲閒置土地嘅管理同埋清潔，同時係提升高風險同衛生黑點嘅巡查頻率，定期去巡查街市、建築工地、垃圾收集點或者後巷等嘅區域，及早清理積水同疏通渠道。咁亦都要因應澳門嘅實際情況，適時引入一啲新嘅科技同埋設備，不斷咁提升我哋防控蚊蟲鼠患工作嘅科學性同埋精細化水平。而同時亦都期盼當局加強執法嘅力度，持續去打擊一啲亂拋垃圾、亂掉煙頭或者隨地吐痰呢啲不文明嘅行為，檢視城市清潔工作嘅成效，保持社區環境嘅整潔衛生。咁亦都要喺加強對抵澳旅客以及外遊嘅澳門居民嘅疾病申報或者係監測，呢個係堵截我哋境外輸入病例變成社區爆發嘅重要手段。期望當局持續關注世界衛生組織同埋各地衛生部門發布嘅疫情嘅訊息，亦都要進一步檢視口岸健康嘅申報啦、傳染病篩查同埋應急通報嘅機制，從風險較高地區抵澳人士採取必要嘅措施或者篩查，並且係加強教育居民對有關高風險傳染病嘅防範同埋識別，提升我哋整體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嘅能力。公共衛生安全關乎每一個居民嘅生命健康，而喺確保我哋社區環境衛生同埋防治各種傳染病輸入同爆發嘅風險係全澳居民都唔能夠掉以輕心嘅。期望當局秉持預防優先嘅原則，連結本澳社團、社區，攜手為居民同埋旅客築起更堅實嘅健康防線，盡最大努力去建設更加健康、宜居宜遊嘅城市環境。多謝。